大家好，我係羅小雪 Vicky Low， 今日真係好開心到同大家分享我嘅新書《裸辭到沙特打不死嘅職場攻略》。呢本書係我繼2021年出版 Little Black Note 之後嘅第2本書。今次我希望將自己36歲嗰一年裸辭之後嘅經歷記錄低，寫成一本書。點解係36歲？因為呢一年係我嘅本命年。傳聞話本命年一定會有大事發生，可以係好開心嘅事，亦都可能係好難過嘅事。而我嗰班全部經歷咗本命年嘅朋友同我講，人生之後就會有一啲唔同，所以我就諗，不如自己創造一件屬於我嘅大事，裸辭。就係因為2021年我喺本命年做出嘅嗰個瘋狂嘅決定，2025年11月30號澳門書展，我終於完成咗呢一件5年嚟想完成嘅事情。非常之多謝澳門人出版社支持我哋澳門人本地嘅創作，幫助我將呢一個諗法變成現實。呢一本書唔單止係記錄咗我嘅職場故事，仲記低咗我點樣一步一步咁揾到方向，學識點樣做自己。講到呢一度，我想引用孔子講過嘅一句說話：15而志於學，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順，70而從心所欲，不逾軌。呢一句說話係2500年前留落嚟嘅智慧，去到今日依然都可以完美咁樣解釋緊人生每個階段應該有嘅同每個階段做自己嘅智慧。但係呢一份智慧都值得用一世去修煉，成為嗰個自己都會覺得自豪同埋踏實嘅人。而呢一本書正正就係記錄咗我對40而不惑呢句說話嘅理解。不惑係一種內心嘅穩定同埋成熟，係對人生嘅選擇更加堅定自信嘅狀態。